过来看这个屏东万丹的红豆仔是真有名，不过这一档就敢若一改修成。最近准备要夜景，这农民是烦恼讲这青豆丁会过来偷食，心血会全部乌有去。佮加上这掠青豆丁的速度根本就拼袂过伊生团的速度，就算加强防治嘛无法度有效来改善，实在是头壳摸咧烧。 红豆田的青豆丁数量惊人，有的拍地田沟，有的走入去田里食红豆的叶仔，互农民真困扰。屏东万丹乡红豆是全国出名，一年敢若一届的收成。当年9月下旬，当是夜景的重要时刻，煞常常有青豆丁走来食作物，互因的损失真严重。亲像这位已经80岁的农民，去年因为烦恼红豆好食了，今日是大家农透中豆摕着果来赶青豆丁。 要豆啊，就去遐济啊，啊中豆去遐济啊，济伊迄中豆黄啊解会出来啊。坐点外钟哦，有无？坐点外钟哦。啊，要你来坐甲想讲啊，真较袂出啊，较袂食啊，伊咧啊怎转来啊？无咧，啊无要安怎样？大只是哪有人咧掠啊？那个细只，啊，迄黏着个大足大只，啊数量足济吼，足济只了对啊。足过只对啊。当地民代讲，去年敢若一暗地当掠着200-300只的青豆丁，尤其是水花附近上济。农民讲，就算有蠓仔甲因阻挡，拍拼孙残甲因掠，青豆丁生团的速度犹原是真惊人。屏东县近年持续在加强绿鬣蜥捕捉移除的力度，113年全年移除42000只，那114年迄今呢，已经移除了74000只。官府表示，对2019年到今已经掠超过20万只的青豆丁。去年政府开放受过训练的民众会当做伙来掠，有机会提升效率。不过，民代提醒讲，今年大约10月就是青豆丁的生产期，官府应该提早应用来减轻农民的负担。高市新闻参报道。